呃，如果我告诉你，你家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还有那个你衣柜里的纯棉 T 恤，甚至地球上某个特定地区出生率突然骤降了60%的现象，全都被一套高度先进的算法系统联系在了一起，你可能会觉得我在给你讲什么反乌托邦科幻电影的情节，啊，绝对的，听起来太像赛博朋克小说了。对吧？但今天，也就是2026年4月9日，实实在在摆在我面前的案头上呢，是一大叠真实存在的资料，包括泄露的警察文件、联合国的评估报告，还有数十万字的学术证词。哎，非常厚的一叠文件。没错儿，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在这场深入探讨中，去梳理关于东土厥斯坦，也就是中国官方所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44项敏感发现和10个核心主题。必须要说，这绝对是我们处理过的最庞大、最复杂的资料库之一了。这里面交织着多国议会提出的那种极为严重的种族灭绝指控，但同时也有中国官方关于反恐和职业培训的强硬辩护，双方观点可以说是完全水火不容的。确实是水火不容。所以在这里，我需要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明确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些资料包含了政治上极具爆炸性的内容。高度敏感。对，所以我们今天的探讨绝不预设任何政治立场，也绝不代表我们在为哪一方的观点背书。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作为你的向导，非常客观中立的去提炼和还原这些备受争议的原始报告里到底包含了哪些信息和底层逻辑，然后把判断的权利交还给你。没错，把事实摊开来看。好的，好的，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就直接从资料里那个让人根本无法忽视的极其庞大的拘留网络说起吧。联合国的报告和那些泄露的文件里，都在反复提及一个规模极度夸张的数字。这也是所有的报告中最核心的一个指控，也就是高达18万的维吾尔族及其他脱绝裔少数民族被卷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拘留营系统。18万，天哪！对，18万。中国官方这边呢，将这些设施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也就是常说的教培中心。官方定位他们是用来进行预防性的去极端化教育的。预防性的，对，但在联合国的报告还有多家非政府组织的评估里面，他们被直接描述为缺乏法律依据的任意拘留场所。180万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庞大了，庞大到听起来其实有点抽象。你知道吧？我在翻阅那份被称为新疆警察文件的泄露内幕数据时，我发现了一个极其微观但也极其骇人的数据切片。你是说疏附县的那个表格？对，就是喀什地区疏附县的具体内部表格。资料里记录了，仅仅在2018年这一年，这个县就有大约12.1%到12.5%的少数民族成年人处于某种形式的拘留之中。你可以算一下这个比例，这意味着在那个县里，每8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以上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每8个人就有1个。没错。这比中国全国平均的监禁率高出了惊人的64倍以上。官方文件里其实反复在用2个词来解释这种密集的管控，也就是转化和培训。转化和培训听起来很像是学校里的词汇。表面上是，他们将其定位为治疗思想上的极端主义病毒。但是在人权观察等组织的报告以及大量幸存者的证实中，这种转化的实质其实是通过非常严酷的物理和心理手段，强制抹除个人的文化、语言还有宗教认同。强制抹除。对，联合国的报告甚至详细记录了在这些设施内部存在着酷刑、性暴力以及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行为。哇！但最让我困惑的一点是，要维持这种规模的拘留，就是每8个人抓1个进去，传统的警察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够用的。他们是怎么决定把这每8个人里的哪1个给抓进去的？我在资料里反复看到一个叫 IJOP， 也就是一体化联合占座平台的东西。这个数字工作网到底是怎么把人挑出来的？这里令人深思的，或者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就在于此。这个 IJOP 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极度庞大且无孔不入的预测性警务大脑。预测性警务听起来就像现实版的少数派报告那种算法系统，在人犯罪之前就决定了你是危险。非常贴切的类比。想象一下你作为当地居民的一天，你走出家门，
无处不在的人脸识别摄像头发现你今天没有像往上一样走后门，而是走了前门。或者，系统通过监控软件发现你最近买的化肥比平时多了一些。买化肥，对，或者是你突然戒烟戒酒了，甚至是你经常在非特定的时间祈祷。等一下，你是说像戒烟、戒酒或者走前门、走后门这种极其琐碎的生活小事儿，也算？没错儿，就是这些极其微小、极其日常的行为数据，系统会通过背后的大数据算法来分析这一切。一旦它判定你的行为偏离了所谓正常的轨道，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报警提示。天哪！这个提示会直接推送到基层官员或者是警察的手机上，要求他们立刻对你进行调查，甚至直接把你拘留。所以，很多被送入拘留营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犯罪事实。就是仅仅因为算法给他们打上了一个潜在威胁的标签。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就像是物理的高墙和数字的监控网络紧紧地咬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数字全景监狱。不过，如果你认为这种高压控制仅仅是针对现有的这些成年人的话，那我们就太低估这对资料的深度了。是的。如果说 IGOP 和拘留营是对当下的控制，那么为了实现长期的所谓战略维稳，资料显示这种控制已经延伸到了家庭的最小单元，甚至是下一代。没错，如果我们来看一组极其反常的人口学数据，你就会明白这种控制有多彻底。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年鉴这还是官方数据哦。从2016年到2018年，仅仅2年的时间里，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比如科史和和田，其生育率暴跌了60%以上。等等，2年内暴跌60%，这在没有发生重大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在自然人口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吧？完全不可能。所以那个人类学家 Adrian Zenz 在他的研究报告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去交叉比对当地的公开记录和那些泄露的文件。他指出，这种断崖式的下跌与当地强制推行的节育环放置，也就是 IUDs， 还有强制绝育政策有着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报告里似乎还提到了一个官方的战略，叫什么人口优化。是的，人口优化这个词在文件里出现过。它不仅意味着要通过行政力量极其严厉地去抑制少数民族的出生率，还包括通过大量补贴来鼓励汉族移民进入该地区，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没错，而且不仅是不让人出生，对于已经出生的孩子，资料显示有高达880500名儿童被与父母强行分离，送入国家开办的全封闭寄宿学校系统。我在这里必须稍微抬一下杠啊。因为我想弄明白这套系统的内部逻辑到底是什么。如果官方文件在明面上的理由一直都是反恐和消除贫困，那他们是怎么在内部逻辑中把控制妇女的生育率以及将近90万个儿童送入寄宿学校去和反极端主义联系起来的？你总不能对一个还没出生的婴儿去进行去极端化培训吧？这个逻辑跨度看起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表面上看确实让人觉得不合逻辑，但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特别是潜入那些泄露的高级别内部讲话中，这个逻辑链条就变得非常清晰了。怎么说？在那个被称为新疆文件的高层讲话中，里面明确提到了一句话：人口比例和人口安全是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在一些体制内学者撰写的内部报告里，更是直白地将高度集聚的少数民族人口密度直接等同于一种国家安全威胁。也就是说，他们把少数民族人口本身看作了威胁。完全正确。他们认为这是滋生分离主义的天然土壤。所以在这个内部框架下，剥夺生育权，切断代际之间的语言和文化传承，也就是禁止那些寄宿学校里的孩子使用母语，践行传统习俗，在他们的逻辑里，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釜底抽薪。哇，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犯罪，而是为了从根源上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的安全隐患。对，这就变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长期战略。通过重塑人口结构和抹除下一代的文化记忆来完成社会重构，这真的是一个让人窒息的系统工程。那么，我们再顺着这个机制往下走，那些没有被算法判定为危险的人，或者说那些从拘留营里所谓的结业出来的人，他们回到社会后去哪儿了？
资料在这里将话题引向了一个极其庞大，甚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经济复合体。这里我们必须引入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也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英文资料里常简称为 XPCC 或者兵团。资料显示，这是一个拥有大约270万人的庞大准军事组织。270万人，为了让听众比较好理解，这里才是真正引人深入的地方啊。这个兵团听起来是不是就像一个体量极其惊人的企业城镇，就是那种 company town， 只不过它配备了军队和警察的武装力量。非常准确，它不仅掌握着该地区极其庞大的农场、矿产和工业体系这些经济命脉，它还有自己的公检法系统，所以就引出了你刚才的问题，那些人去哪儿了？官方的叙事呢是叫扶贫和转移就业。转移就业就是进厂打工，对吧？对，官方说这是通过补贴鼓励企业在新疆，特别是在那些拘留营附近建立所谓的卫星工厂，让当地人去赚钱。但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将其明确定义为强迫劳动。但官方肯定会反驳说，进厂打工是有工资拿的呀，这是改善生活，怎么能叫强迫劳动呢？这中间的强制机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正是整个机制最让人背后发凉的地方。它并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拿着枪逼你干活的奴隶制。报告详细拆解了一个被称为扶贫大数据平台的系统。又是大数据。对，想象一下，你被这个平台分配到了一个指定的工厂，你觉得工资太低或者离家太远，你想要拒绝。但是在 IJOP 算法系统和当地网格化管理的逻辑里面，拒绝政府安排的所谓扶贫就业项目，就会被直接标记为思想顽固、不服从管理，或者有极端主义倾向。我明白了。而这个标签的直接后果，就是再次触发警报，把你送进拘留营。没错，所以这里的劳动力转移根本不是自由市场的双向选择。去工厂打工不是一个经济选择，那是你为了不被关进拘留营而必须缴纳的赎金。这把单纯的劳动力转移变成了一种极其制度化的监视手段和社会控制策略，把成百上万的少数民族从传统的农村家庭或社区连根拔起，扔进高度原子化、被严密监控的工厂流水线里，以此来同化他们。对的。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作为听众觉得这个地区极其遥远，和你毫无关系，那你就错了。这种基于胁迫的劳动力体系已经深刻地嵌入了全球工业链的血脉里。我在资料里看到的数据简直令人咋舌。新疆生产了中国80%以上的棉花，大约占全球工业链的1/5。非常庞大的份额。还有更夸张的，它还生产了全球近45%的多晶硅，那可是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核心材料啊。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间，资料显示，这种劳动力系统还被用来大规模生产出口全球的个人防护装备，也就是 PPE。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这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地区问题。你想想，通过扶贫大数据平台进行实时的就业监控，它在榨取经济价值的同时完成了社会控制。这本经济账和监控账算得太精明了。确实如此。那么了解了这种堪称改天换地级别的社会、人口和经济重构之后，我产生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疑问：这种规模的行动，究竟是地方官员在执行反恐政策时的层层加码和过度执行，还是一开始就是来自最高层的精心设计？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问题。综合多份泄露文件的核心发现，特别是新疆文件和新疆警察文件里的内容，包括公安部部长赵克之的内部讲话，证据非常清晰地指向了后者，也就是中央的战略。没错，文件显示，这绝非地方官员的擅自行动，而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长期战略。那份内部讲话中极其直白地要求对所谓的敌人必须绝不姑息，英文翻译成 absolutely no mercy， 下达了这种极其严厉的指令。绝不姑息，这4个字分量太重了。对，正是这种最高级别的绝对意志，直接驱动了从数字监控、万人拘留、生育控制到强迫劳动的整套国家机器。而且报告还揭示了，这种压制不仅限于中国境内，触角伸到了海外。是的，
资料特别指出了这种跨国镇压的属性。除了通过统战部在海外侨民中进行恐吓之外，资料还披露了存在大量虚假旗帜行动，也就是 false flag operations。他们有意将海外维吾尔人非常普通的独立诉求或者是人权呼吁，通过虚假信息强行与全球恐怖主义绑定在一起。这等于是压制了海外侨民的声音，甚至干扰了西方的法律和情报系统啊。没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混淆了国际视听。那么，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多国议会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当联合国评估报告时须指出这可能构成反人类罪时，这对于全球治理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当下正在见证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事件，而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威权模型被成功运作的实景案例。在这个模型里，传统的集中营、制度化的强迫劳动跟最前沿的高科技控制实现了完美结合。而且他们似乎还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经验。这正是风险所在。如果这种模式被当作成功经验向外输出，这直接挑战了国际法的底线，同时也彻底击穿了全球跨国企业标榜的尽职调查机制。在这样一个充满强制力且信息绝对不透明的监控系统中，企业根本无法自证其供应链是干净的。没错，好吧，让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这场极其沉重但也无比重要的探索旅程。我们通过分析原始的学术报告、联合国文件和泄露的内部数据，看到了一个波及180万人的羁押网络。我们理解了导致一个地区生育率骤降60%的系统性人口工程背后的逻辑，也看清了支撑着全球棉花与多晶硅供应链的那个由数字全景监狱驱动的经济机器。从精准锁定个体的 IGOP 系统到切断代际传承的寄宿学校，资料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旨在进行全面社会重构的精密机器。对，我必须再次提醒正在收听的你，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惊人细节、数据和引用，均严格来自于摆在我们案头的这些国际评估报告、泄露文件以及调查增值。我们的目的是为你中立地还原这个复杂信息库的真实面貌。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那么在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你，我们的听众留下一个在这些资料基础之上延伸出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问题？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极力推动绿色能源转型，比如我们对太阳能有着极其迫切的需求。同时，科技巨头和跨国企业也都高度依赖着复杂而廉价的全球供应链。那么，在这个互相依存的全球化网络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末代便利和备受推崇的环保转型，究竟有多少是隐秘地建立在一个极其不透明、依靠高压控制与强制劳动之上的？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拷问。是的，当我们为了低碳未来和廉价的商品而欢呼时，全球贸易与道德共谋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这需要你自己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带着今天了解到的这些机制和事实，去仔细审视，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答案。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讨，保持好奇，我们下次再见。